真紧就要过年啊！西里大桥蝴蝶公园打造做灯海，规个看落是闹热滚滚。也那适当的百日草甲日头花，即马灯咧大开，请真侪民众做伙来赏花。五花十色的花开甲正水，为啉关渡一五六线的农民，为着要互土地较肥，拢会种百日草、日头花、朴树桥即款绿肥，怎么拢开花变花海，吸引真侪游客。今日嘛是特别来的啊，今日特别来要来看的。是闰月的关系啊，所以说比较晚。这栋乡公所讲，今年过年较晚，所以农民过年了就会开始种作，大家当趁过年时啊来遮看绿肥花海。因若迎接每年新春，西里镇公所伫西里大桥蝴蝶公园设1.3公顷的灯海，13暗点灯，搁再搭配福兴宫庙头前的果灯，邀请大家来西里行春。晚上亮灯的时间点是6点到10点半。那个有主灯秀，主灯秀是6点到9点半。来咱西里行行哩，日间暝来到福兴宫守岁团圆，庆祝一平，来咱开庙门。来领美金的红包。开始启灯以后呢，一直到3月8号。那这当中呢，不只是呢，咱每一届太平马的开庙门的时阵啊，都有成千上万从外县市来到我们福兴宫来拜妈祖啊。西里福兴宫讲，迎春彩绘果灯是结合中华、云林、罗水溪南北花各中小，总共60间学校，由学生会上千粒果灯挂伫咧庙前，抑个延平老街这款所在。这几年吸引真侪游客甲乡客，希望结合公所串联灯海，带动地方的观光甲经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